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久照顾、保守、看顾阮，互阮今早起会当用欢喜得调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主答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将阮心中所有无合你心意的事排除，互阮会当专心一致、同心合意来敬拜你。透过今仔日服侍正当中，互阮体验到你的真实、你的仁爱、你的慈悲。主啊，阮要为着今早起服侍正当中来向你恳求。恳求你亲自赐福看顾、保守，我无论献诗，无论抒琴，无论诗会，也是传讲信息。主你的旨意拢临在伫阮的中间，透过圣神的帮助，互阮做美好的服侍来荣光你的圣名。主，阮今日的礼拜，特别要为着原住民的传道书来奉献，期待主透过阮的手所做的工，来帮助原住民的传道者，互因会当更较专心伫牧养因的教会，推动原住民社区、社会的圣工。愿恳求主，你激发阮的疼心，互阮会当伸出帮助的双手，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光你的圣名。是阮的主，愿恳求你也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常年教会，互阮伫教会中间，无论组织，无论推动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也利益伫正人。互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无论是幼儿园，或者是安养中心，或是社会慈善基金会，互阮这个机构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真真正正会当帮助需要的人。透过阮所做的事工，互伊。互每一个接受帮助的人，拢会当明白对主遐来的疼。是阮的主，阮也特别将教会的属灵领袖仰望伫主的手中，互阮所有的牧师团、中级同工，拢会当专心致意推动教会事工。去敲找主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我也将阮心爱的土地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互阮伫即块土地会当安居乐业，也会当有追求真神的心。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正教会当接受你所交代阮的使命。将救人的福音遍传伫即块土地，互济灵魂来得救。透过安尼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帮助阮。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上主应该受懊恼，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上主是我的溃烂，我的盾牌，我靠伊。上主帮助我，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诗歌懊恼伊。上主是伊子民的溃烂，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束缚和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透早来自和兴乡的国语教会用专心仰望的宣调诗来带领咱礼拜开始。搁一摆，咱煞接用诗歌来学乐上帝。咱直接咱来唱圣诗287首，救主，我爱就近你，请起立。请坐，让咱三个来祈祷。慈悲疼痛、稳定满满的上帝，主安感谢我罗你，
天地万物甲海拢是你创造，双连教会嘛是奉你的名设立。甲当阮设立110年，主啊，阮双连教会对设立开始甲当100多年来，主阮领受对你来满满的祝福。主啊，阮真正感谢你，阮看见双连教会的双连幼儿园有600-700名，甚至搁较侪的儿童踮咧受教育。特别上帝求你也祝福所有的老师会当用助你的教示来帮助台湾的幼儿、幼儿，互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你的祝福。大汉了后，知影要来找救耶稣。特别上帝，我来感谢你，阮的双连大楼对社会有贡献，阮有出租，互所有的公司对着台湾的经济同齐来拍拼。所以，阮也看到阮的3G 安养中心，阮照顾济500-600名的老人，互因在年老的时阵有休困的所在，有会当甲你亲近的所在。阮一切献上感谢。主啊，阮的新庄社会福利基金会，等主阮拢对你领受的拢有好的发展。阮真正搁一摆要将这一切对你来的祝福，阮献予你，献上阮的感谢，愿你接纳阮的祈祷甲感谢。特别上帝感谢你，去年2月开始，阮伫个新庄社会福利基金会3楼正式开始阮的双连教会开拓新庄分堂的礼拜。主啊，阮双连教会新庄分堂这1年来，阮对20人成长甲去年底有50人左右的聚会。主啊，这拢是你的大大祝福，阮谨记在阮的心内。总是主，阮在过去1年当中，阮发现在3楼礼拜有济的无方便，因为礼拜开始的时阵，总是有人迟到，阮就要对3楼走1楼来开门，因为这是一个社福的机构，阮必须有好的门禁管制，所以阮提出阮的需要，经过中执会讨论，主感谢你。第1楼要改建过程中间，主阮搁一摆献上感谢，因为伫个顶礼拜，阮顺序通过工程发包，最后开标顺利来完成。主啊，阮要打算用4个月至5个月的时间来完成1楼礼拜堂的改建的工程。所以，阮踮遮要开喙，凭信心来祈祷，向你求，主啊，求你帮助，互阮即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原物料的进出、施工人员的拆，甚至进出来来回回的施工的过程当中，主啊，求你车牌天使四围围内伫迄个所在，保守所有的人，甚至伫机构上班的人，出入拢享受你的平安。主啊，互阮1楼的礼拜堂会当诚做一个水的、吸引人的，会当帮助带新庄所在的人，以爱来这个所在做礼拜的所在。主啊，阮也要恳求你，亲自感动阮在座双连教会所有的会友、兄弟姊妹来为新庄分堂来祈祷。因为这个祈祷是有功效，因为你听祈祷，互阮的施工来顺序的过程当中，互阮新庄分堂诚做双连教会，诚做新庄地区的祝福，互福音的人口广传。因为阮知在新庄这个所在，副都心有超过5-6万人踮啊徛起，有的检采是对南部起来，有的检采是对别位所在搬过来，总是主因需要福音。主，阮知迄个所在就是要传扬你的福音的好所在。特别上帝恳求你甲阮同在，互阮倚靠你，将新庄分堂诚做福音的出口。特别上帝，阮也要为着身躯病痛、破病住院的兄弟姊妹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耶稣亲自医治因，保守祝福因，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健康，来到阮的教会做伙来敬拜你。
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嘛是无够额。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来祈祷。阮有你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你的亲是天命。阮的日子天天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无你所以为一事，就叫阮遮你的拍的，因为国、权力、荣耀，拢是你所有，代代来支持。阿门。带接咱来启用，咱会当掀开周报的第10页，启用文伫迄个所在，启用第28篇。我来启，各位兄弟来印。就俄罗上主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永远未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因为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是好乐。咱伫遮煞遮要来邀请国语教会来学乐，伊诗班要唱的歌是《斯马塔亚巴塔》。好。
谢主，真水的诗歌，愿上帝当欢喜咱的敬拜。咱线接，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几日了后，耶稣过去迦百农，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就真侪人聚集换来，所拢无空位，连门口嘛无。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有4个人跟着一个半岁的人来伊遐，因为人真济，袂当跟去甲耶稣的面前，因就伫因顶面的厝顶拆一空，互迄个半岁的人倒伫边床，倒伫床铺来坠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就对迄个半岁的人讲：“少年人，你的罪赦免了。”愿上帝亲自祝福听伊的话，有信心去行的人。阿门。咱接着要来邀请对华人有理教会来的撒来诺亚兰牧师，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是当有怜悯的心，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与会众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谢谢在第3堂的信息分享由我们的蔡牧师同步翻译。今仔第3场信息由我来翻译。今天也是我们本会定为关怀主日。今仔是咱本会所定关怀主日。先小小介绍，我是布农族。我是布农族。然后我们刚献诗的团队教会是泰雅族。咱拄则献诗的单位是泰雅尔族。目前我们台湾原住民有16大族。目前咱台湾原住民有16族。很高兴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今日与大家分享。真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今早起会当甲大家分享。同有怜悯之心，当有怜悯的心。圣经中提到这位摊子，有4位的朋友愿意扛台。圣经中间所提起这个变水的人，有4个朋友会当愿意举伊。他们是谁？因是什么人？虽然经文中没有特别提起他们的名字。虽然经文中间无特别提起因的名，也许他们是这位摊子的朋友，检查因可能是这个变水的人的朋友，也或许他们不是。也检查伊无认捌伊，只是因为听闻耶稣要来迦百农，因此他们就来了。因为因听起耶稣来到迦百农，所以因就来啊。但在当下的场景，我们会思考一个问题。但是伫当时的情景下面，咱爱思考一个问题：这4位朋友确实帮助了那位长期躺卧在门外的摊子。这4个朋友确实是帮助迄个倒伫门外变水的人，凭着信心抓住机会，把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凭着信心抓住机会，将这个变水的人也到耶稣的面前。这是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勇气。这是需要极大的力量加勇气。经文中提到，摊子确实得着了医治。经文中间提起到这个变水的人，确实得到医治。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和眼光来诠释这段经文。咱会当用无同款的观点加眼光来诠释这段经文。然而，在今天，我要以我们双联教会的特质来分享在今天的经文。今日我要用咱双联教会特质来说明今日经文，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生命对侍奉和服事的重要性。
是关系咱基督徒生命、侍奉甲服侍的重要性。这位摊子我把它称为需要。这个变水的人，咱来称作是需要。我们一起念需要。咱这位，我们试试问自己：咱问咱家己看卖，当你无助正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当你无助需要被帮助的时，你会不会希望立刻当下立即就有人伸出援手？你敢会望马上就有人伸出援手？何况这位摊子他是长期躺卧在那里有一大段的时间了。何况这个变水的人，伊倒伫迄个所在已经有真长的时间。试问他的需要在当时候有没有被文士甚至是来来往往的群众关心呢？咱来想看卖，伊的需要到底有受到当时来来往往的群众的关心？第一，永不放弃的心智，永无放弃的心智。我用这位4个朋友来分享在我们双联教会的特质。我们用这4个朋友来分享双联教会的特质。第一位朋友，在我们双联教会有这么样的一位朋友，他叫决心。第一个朋友，伊的名叫做决心。决心，我把它称为是我们教会的牧养团队跟决策小组。决心，咱来称作是双联教会的牧养团队甲决策的小组。我们的蔡牧师就是我们双联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主任牧师，还要带起整个团队，爱带起整个的团队。决心重不重要？决心够重要，因为决心就是决定需要者的需求和后续的处理问题。决心就是决定迄个需要者的需要甲后续的问题。它关乎了整体我们双联教会的工作与运作的持续性。伊关系双联教会整个工作的持续性。4位朋友，其中1位决心，那第2位朋友呢？叫什么名字？安尼，第2位朋友叫做什么名？爱心。疼心。他们是奉献者，可能是我们本会的信徒，但也或许是非本会信徒。因是奉献者，可能是咱本会的兄弟姊妹，也有可能不是咱本会的兄弟姊妹。透过教会经常年度的预算，以及弟兄姐妹有志者的爱心捐献，透过教会经费的年度预算，甲教会兄弟姊妹有志者用疼心来奉献，来帮助需要者在家庭的生活所需，来帮助需要者伫家庭中间的生活的需要。我跟大家分享，当我这样的时候，不是小白兔哦。这是引号，就是关键字。这任何都是关键的字眼。所以爱心就是同心，疼心就是同心，是要用同心合一来完成这份神圣的工作。是要用同心合意来完成这个神圣的工作。经文中的需要者是希望在身体上的疾病得着完全的医治。经文中间的这需要者是爱伫身体顶面的病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而我们双联教会在针对需要者的困境上，是可以能减轻供应他们在家庭的生活所需。咱双联教会所帮助的对象是会当减轻而且供应因伫家庭生活中间的需要。虽然不同的对象，但却是在执行做同样的爱心工作。虽然是无同款的对象，但是拢是咧执行同款的疼心工作。我们接下来认识第3位朋友。咱接下来入捌第3个朋友。我们一起来念，他叫什么名字？信心。信心。信心。我们称呼为行动者。咱称呼伊做行动者。在我们双联教会，确实有这一位行动者。在咱双联教会，确实有这个行动者。因为有教会安排前往需要者的地方进行关怀。因为对教会安排
前往需要者的所在进行关怀。其实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实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事，因为这是一项是比其他人要多走1里路，因为这项任务是比其他的人爱加行1里路，因为他们是用行动、身体力行，因为是用行动来亲自来实行。他们必须是要爬山涉水，走过乡间小路，因必须要爬山过岭，行过迄个乡间的小路。体力、耐力、精力是比其他人要付出1倍。体力、耐力甲精力是必须要比别人付出1倍以上。在这里小小串场一下去年我们的苏长老跟几个同工有来到卓溪。一只我说明一下，伫去年咱的所长了，的民元长老甲其他的同工有去到道客教会。有2位年轻人刚刚也有上第2堂的礼拜，因为他们已经报名说他们要到卓溪的山上团队，要加入我们的猎人团队。有2个少年人拄则伫第2堂礼拜的时阵，有甲牧师讲，因要去到山顶参加因的猎人拍蜡的人的团队。苏长老一定要带转达，我们的长老已经等候大家了。好，请所长了会当传达咱因的长老已经在听候大家。他们会将经过，如果大家有听闻过瓦拉米步道，大概在玉里一带安通不是在卓乐南安瓦拉米步道。伫卓乐南安迄个所在有这个瓦拉米步道，等候大家，听候大家。因此，信心者他必须是体力、耐力、精力比他人多付出1倍。所以信心的人是伫体力、耐力甲精力比别人付出1倍以上。但因为你无私的爱心，代表了教会亲自送达。因为这人无私的贴心，代表教会亲自将这个物件送去到遐，让需要者能够感受到温暖和幸福，互需要的人会当亲自感受到温暖甲幸福。重要是你并非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了双联教会。上界重要，伊毋是代表家己，是代表双联教会。最后一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最后一个朋友叫什么会？叫什么名字？是关心。是关心。他们分别是在座的你，因分别就是在座的每一位。跟你旁边左右弟兄姐妹说，你就是关心，关心就是你。你就是关心，关心就是你。台语再讲一遍关心就是你。关心就是你，你就是关心，有没有标准？蔡牧师有标准。谢谢。因着在座的关心，你的关心，因为在座每一个人的关心，温暖了需要者，温暖了需要帮助的人。谢谢每一位关心者参与了今天特别隆重且盛大的宴会。感谢大家参与了今日盛大的宴会。我们双联教会历经了多少年的岁月？宾国答对了。咱双联教会经历110档的岁月，期间就是成立我们今天的关怀主日，其中就是成立咱今日的关怀主日，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事工，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的生活补助事工。您因为看见这份需要，因为你看见这个需要，而愿意同步背起我们说的这甜蜜的负担，愿意同步排起这个甜蜜的负担。您是关心者，你是关心者，您默默关心这项圣工，咱甜甜关心这项事工。没有掌声，也没有人纪念，无人来去娱乐，也无人来去纪念。但是你要晓得，天父爸爸他都知道。但是咱还知，天父上帝拢知影。
只要是双联教会每一个肢体，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只要是咱双联教会每一个肢体，无一个人是局外人。因此，容许我也代表双联教会跟您说：有您真好。所以用我代表双联教会要对你讲，有你真好。回顾这4位朋友，双联教会都备齐全，都有这4种人。回顾这4位朋友的特质，咱双联教会拢有这4种人。教会的牧师团队、长职、各小组、小会干部群、奉献者以及在座的您。咱教会牧师团队、中级同工、甲各小组干部、奉献者甲在座的各位。哪怕仅仅只有存着一种服侍群众的态度，检采只存着一种服侍群众的态度，那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提到的永不放弃的心志。迄就是咱今日第一个主题所提及的永无放弃的心志。第二，与众不同的耶稣。第二，咱们来看甲别人无同款的耶稣。信心是需要行动，信心是需要行动。我们一起说。咱做伙讲，信心是需要行动。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对这个变罪的人讲：“你的罪赦了。”耶稣为什么不说你身体的疾病得早医治？耶稣为什么不会讲你的身体的病已经得到医治？是因为这一位满有怜悯的耶稣看着这一位摊子，他急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灵魂得救。因为耶稣怜悯的眼光看到这个变罪的，他发觉这个变罪的真需要的是灵魂的得救。耶稣看见他急需要的是灵魂得救。阿们。耶稣看见他真正需要的是灵魂的得救，比起他的病得医治来得更重要。比起他的病得救更加重要。最后，耶稣对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耶稣对这个变罪的人讲：“提起你的床铺，回去吧。”长期的时间当中，原来因为罪捆绑了这一位摊子多年。在长期的时间中间，因为罪捆绑这个变罪多年。耶稣把他带到他的面前，耶稣将他带到他的面前，是要面对内在的罪，是要他面对他内在的罪。如今这位摊子，他实在经历了医治，如今已经实在经历了医治，也意味着耶稣也在做抢救灵魂的工作。意思也是讲，耶稣在做抢救灵魂的工作。因唯有靠主来除掉罪，因为要靠主来除掉他的罪，生命更新而变化，生命更新来变化。正如当下摊子得早医之后，他也承认了自己的不足和有限。拄啊，亲像迄个变罪的得到医治了，伊也承认伊的不足甲有限。因此，在面对罪的时候，我们要勇敢与向罪说不。咱面对罪的时阵，咱来拒绝罪，我们便能遇见这一位像摊子一样经历与众不同的耶稣。咱会当拄到这个甲变罪的人相共，拄到一个甲别人无同款的耶稣，实实在在地经历医治的同在，实实在在经历医治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和拣选，感谢上帝恩典甲拣选。在此也谢谢双联教会的接纳，本次前来代表原住民众教会牧者同工与讲坛的侍奉。感谢双联教会接纳，让我会当这届代表原住民众教会牧者来做讲台的侍奉。容许我也代表我现在牧养的教会，叫在花莲卓溪教会，也用我代表我即马服侍的教会伫花莲的道客教会，向在座的关心跟你们说谢谢。在座朋友的关心，来对大家致以讲多谢的话。
因为继去年918花东地震重创本会，因为伫去年918花莲甲台东地震大伤害到伊这间教会。其实我们双联教会第一时间就安排了负责的同工，他们叫信心。其实咱教会伫第一时间就安排负责的同工信心，前往至上关心慰问，来到道溪教会，地上关心甲慰问。承蒙你们的爱戴，卓溪教会不孤单。因为恁的疼心，道溪教会无孤单。也在这多年的时间，承蒙你们的恩惠及帮助，也伫过去这时间中间，得到大家的恩惠甲帮助。原住民众教会及众牧者同工，因着你们无私的心，愿意分享了你们的爱。原住民教会同工，因为大家无私的疼心，分享大家的疼，使我们受到帮助，互因得到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兄弟姊妹，奔走在福音宣教的使命路上，奔走伫福音宣教的使命的路上，无论时间长短或环境变迁，无论时间长短、环境变迁，这都无法将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拢无法度互咱甲上帝听隔绝。这也就是我们双联教会要我们行出、活出的大使命。这就是咱双联教会爱活出上帝交代咱的大使命。好，来，我们双联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4个字，对不对，蔡牧师？是，对哈。对，爱神爱人。咱双联教会的使命就是听上帝、听世间人。愿我们仍保有决心、爱心、信心和关心。愿咱永远保持决心、听心、信心甲关心，就如同我们的大使命承上了爱神爱人。亲像咱的大使命，就是听上帝甲听世间人。诚如在最后马太福音25章40节，亲像马太福音25章40节，邀请大家一起来同声念。咱大家做伙来念。预备，请。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那我们也同步用台语来攻读神的话。预备，请。我实在甲恁讲，这事恁既然做伫我这兄弟中间上微细的一个，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且遵行他话语的人。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看见在我们双联教会，因着你的话而我们愿意遵行。看见着咱伫双联教会中间，大家愿意听你的话，佮安尼去遵行。就如耶稣说的，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你的身上。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才会做伫我兄弟中间最微细的一个，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愿主你的话亲自祝福带领每一位众弟兄姐妹，愿主你的话亲自带领所有的兄弟姊妹，使我们领受都方能成事，互阮领受拢会当成就出来。是因为你的成全。是因为你的成全。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咱感谢华联道区教会萨来诺兰牧师非常好的信息，搁一摆提醒咱真正爱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阿门。咱续接，咱来吟诗上帝，咱来唱圣诗454首。我
俄罗天父，请起立。请坐。大家，咱来闭门心来奉献。今仔日是咱城林教会关怀的主日，咱特别是要为着原住民传道书因的生活的补助种种的事工来奉献。咱周报内底有一个奉献袋你若有感动请你将上帝感动你的，你就奉献这个袋互咱收奉献的执事来祝福所有为着主耶稣跑走福音事工的所有的原住民的教会，咱直接开始来奉献。
今起日，咱做伙来祈祷。谢谢阿爸爸上帝，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感谢咱人生的上帝。特别上帝啊，感谢你感动阮，为着原住民所有的事工来奉献。主啊，感谢你的赏赐，互阮伫生活中满出来，互阮伫阮的经济上满出来，互阮伫阮的时间上满出来，互阮伫阮的热情顶面、信心顶面、关心顶面拢满出来，将阮满出来的部分，阮来祝福需要的人。特别上帝，求你也接纳阮的奉献，成做济需要人的祝福，来荣耀主你的名。特别来祝福愿意奉献的人，得到你的平安的赏赐，也成做福音的出口。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报告大师，搁一摆，咱来感谢多克教会牧师，再来龙阿牧师，还搁有高义教会，咱花花感谢，愿因的服侍荣耀上帝。报告咱来看周报。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的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为本会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的事工来奉献。感谢咱花莲多克教会撒来暖兰牧师前来真辛苦，一场、两场、三场的礼拜中来讲道。啊，感谢国语教会第二场、第三场礼拜中的献诗，愿上帝祝福因，也祝福原住民传道者伫各所在的宣教服侍。本会会友蔡秀琴姊妹伫4月13安孝主怀，要定伫个5月初1，就是明仔载，即礼拜1，透早10点半，伫个台北市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3楼姊妹一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来关心、来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线接传播委员会来报告母亲节的活动的特别的节目就是有妈妈，我想要讲第4月30甲5月初7，就是这礼拜甲后礼拜第2场、第3场的礼拜煞了后，伫咱外口面10楼甚至伫灵修室邀请咱来为妈妈甲后生查某囝来留来翕相，来写感谢的话留作真好的纪念。第二妈妈感谢你的祝福卡咱特别咱有摕到无特别设计母亲卡的卡片，放伫个咱7楼甲10楼礼拜堂的外口面请大家来做伙来写，将你对妈妈的感谢写落来然后伫母亲节进前，咱来送互妈妈，互妈妈有一个真好的纪念特别是第一代信徒，咱即摆嘛提供会当互你母亲节的卡片寄到恁兜的即种服务双林教会真正有真好、真贴心的服务咱好好把即个卡片的内容，将你祈祷了后，上帝互你的话语写来，祝福妈妈那因为妈妈过去伫你的顶面，伫即个家庭有真多的付出
你来写啊，少年教会替你来寄出去5月初10，即礼拜拜3，后礼拜拜3停止收件8盒过来第3项，母亲节快乐的节目，即礼拜后礼拜到后礼拜逐场结束了后，有一个活动墙咱会当踮遐翕相留下好的纪念。煞就咱来看一个影片。咱特别感谢团部委员会办这个活动，互咱提醒咱，搁一摆想着妈妈，将咱的祝福、咱的笑脸，通过卡片来留落来。咱搁一摆用普声感谢咱的团部委员会遮好的活动，感谢哈利路亚。线接吴伯庄讲义所的专题演讲，即届的题目量子纠缠，哲学。科学甲信仰，讲完是张庆瑞教授，时间就是即礼拜的第3场礼拜，就是等的你若有想要听，你就留落来伫10楼，那做伙来听即个诚好的演讲。煞者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感谢萨莱牧师带咱做3场的服侍咱搁一遍拍鼓仔来感谢。我拄则问伊叫萨莱因先生敢咪叫阿伯拉罕结果毋是啦佮感谢今日咱的迄个献诗的团队。希望是咱的新的朋友这个时阵来介绍咱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第一位是李必胜律师姊妹，欢迎，伊是台南东门教会第二位是对富强教会来吴素慧姊妹，吴素慧姊妹。就是在就不要遐甲伊后生真不做位来第3位是林左林先生夫妇，这家欢迎。伊是这6家教会主北之家了
翁义勋就是太太嘛哈，翁义勋是太太哈。另外第5位是张桂英姊妹，张桂英姊妹，伫遮哈。请坐，请坐。唔知到第一面来无介绍到的。咱请这贵宾等下当礼拜结束了，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招待甲介绍。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时常为阮带来保守甲看顾，互阮伫这个真无平静的世代，有缘有平静安稳的灵。我们要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今仔日特别为着原住民传道者的需要来奉献。恳求主，你会当持续帮助教会兄弟姊妹，用贴心、用关怀来关心原住民传道者的需要。互因伫牧会过程中间无后顾之忧，会当专心来牧养羊群。阮也特别感谢主，伫过去的年日中间看顾阮。互阮有教会生活，会当透过教会生活彼此关心。阮中间确实若有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保守；然后心神艰苦，求主你亲自安慰扶持。如果若拄着困境的，求主帮助阮。有智慧、信心甲耐心来突破。阮伫你的引带看顾下面，得到真实的保守。主啊，阮今来领受对你遐来的信息，恳求主你帮助阮，也当拍开阮的心门，真真正正去关心众人的需要。阮真真正正会当实践你的话来荣光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中营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Isdadada mastamitu sasminat Yesu Kristo. Pagkadaduas isu isikomisto siya kalinga. Tokomisa pa nga abandi matudulusan suwan tatinitinito siya tesisan. Madeko naitan isang. Ukmudan isu makitpevito siya seli tamasat. 愿耶和华你的慈爱与赐福，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双联教会、高义教会所有团队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济。别多谢阮强受车欠，